1895世运会上最受注目的观众是高龄94岁的阿嬷，生平第一次进戏院，要看父母那一代一段真实的故事。真感动心感动。对阿嬷来说，父母口中的那一场战争，不只是历史，是真实的生命经验。担心历史剧离观众太远，导演选择以爱情切入。所有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都建构在动荡的时代里。那其实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啊。2008年的今天的我们，在100年后，我们也就都是一个历史。动人的情感刻画，期盼获得观众共鸣。洪志玉在电影圈奋战16年，一心想说的就是台湾的故事。为什么而战这件事情，好像在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的心里越来越模糊了。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在1895年，台湾人为他自己爱的土地而战。日落的历史变成动人情节，看着没落已久的国片最近热潮渐起，洪志玉重燃希望之火。只要让观众感动，再辛苦都不以为意。懂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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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辛苦。